Hello， 大家好，開始前有戴翻個頭盔先。最近見到網上面經常討論呢一間披薩店，好耐之前食過，嗰陣時覺得個價錢有啲嚇人。最近就食咗3間披薩，順便就做翻個比較啦。第一間就係紅磡嘅 Pizza Day， 喺 Google 有16個評論，4.3星噶。何文田站 A2 出口行過去大概8分鐘左右就到，淨係做外賣，小店一間，望望價錢其實都算合理嘅。等候期間就見到啲店員冇停手咁不停猜個餅底啊，而且仲有好多外賣，做到唔停手。我哋點餐嘅時候，因為有少少混亂，好彩最後都有驚無險，總數就168蚊，一路發好意頭啊！不過呢個價錢就唔包飲品咯。等咗大約15分鐘左右就有得拎。首先就呢個自製牛肉卷披薩，8寸67蚊，標榜手搓酸種薄餅，即叫即整啊！餅底厚度就統一嘅，冇分薄批或者厚批。但係打開個盒，其實就有少少失望咯。我喺網上邊見到人哋唔係咁嘅樣噶，人哋嗰啲就鋪到滿晒啦，唔明點解我哋有咁多空白嘅位置咯。不過亦都可能係披薩嘅款式唔同啦，所以個餡料亦都有啲唔同嘅，有滿滿嘅芝士同埋分布有少少稀疏嘅肉丸啊，仲有啲香葉啊、洋蔥絲同埋甜椒絲。味道方面，芝士就好多，不過就冇拉絲嘅效果，唔知係咪因為我哋食嘅時候已經冇咁熱呢？餅底就偏薄嘅，但係就好煙韌，唔會有食餅乾嘅感覺。肉丸就有鹹香味，配甜甜嘅椒絲同埋芝士，食落好夾啊！跟個披薩仲有個塔塔醬汁，冇咩特別，點咗個醬汁食落就冇咁口乾。但係問題，外賣唔係即食，由拎外賣到食，只不過係過咗5至10分鐘左右，其實就已經唔係好熱啦。跟住就係香蝦蒜片意粉，63蚊，蝦都幾大隻，而且有成5、6隻咁多，食落就好爽口彈牙。蒜片就炸到好香，意粉就夠煙韌，而且唔會乾身，食到有少少嘅香辣味，不過啲辣味一下就過，唔會維持太耐。紅色粒粒就似係番茄乾，不過就冇咩味，因為我哋點咗披薩，加咗個 combo set， 加38蚊就會多2款小食。我哋分別就點咗單骨雞翼同埋肉丸，雞翼就應該去出邊拎貨，冇咩期望，算係炸得脆口嘅。但係我就略嫌4件單骨雞翼比較少，因為加埋其實都係得2隻雞翼嘅啫。至於個肉丸就有4粒，後尾先發現呢個都係肉丸啊，因為我哋嘅披薩都係食肉丸。肉丸其實都係一樣，不過淨食嘅話，第一啖覺得好好食啊，之後就有少少漏同埋鹹嘅，食得出係用純牛肉整，有啲似牛肉漢堡嗰塊牛肉，不過就變咗肉丸形狀。呢間整體唔錯，份量都唔算多，口味方面暫時係我覺得最好食嘅嗰一間。第二間就係大角咀嘅 Pizza King，Google 有26條評論，4.2粒星啊。奧運站 C1 出口行過去，大概6至7分鐘左右就到。一入鋪頭就可以望到披薩嘅製作過程，門口就有少量個位置可以堂食，但係個人就唔係太建議啦。唔知係咪因為附近有公廁嘅關係，喺等候嘅期間，不時我都會聞到公廁獨有嘅味道咯。我哋都係嗌咗外賣啊，點咗個2人餐，241蚊，分別有烤肉至尊批10寸、鹹蛋黃醬雞翼4隻。拿破崙芝士海鮮意大利粉，另外仲有2罐汽水啊！因為怕唔夠食，我哋又另外加咗個招牌芝士甜味炸雞，44蚊有2隻。題外話，咁啱見到佢逢星期2有呢一個13寸大批優惠，都係99蚊一個，呢個價錢其實都幾抵噶，夾啱時間都可以去試下。講返我哋嘅食物啦，首先就係呢個烤肉至尊批10寸嘅，賣相望落去唔錯啊！唔好計，因為我中途運送嘅時候撞歪咗啦。望落去都幾多餡料啊，分別有辣肉腸、煙燻火腿、烤雞片、煙肉同埋番茄醬，仲有大量嘅芝士啊！一樣都係手拉餅底啦，都係即叫即整，餅底嘅厚度都係統一，冇分厚薄嘅，一樣都係冇拉絲效果咯。拎上手個感覺好鬆軟，有窿邊嘅位置。但係我就略嫌佢個底焗得唔係好夠，所以係比較白嘅，食落就好煙韌。不過可能因為我哋運送嘅問題啦，過咗半個鐘頭先食，個餅底就有少少硬，口感就差咗少少。
跟披薩有個塔塔醬，食落有少少香草味，酸酸地。如果覺得個餅底太乾身嘅話，可以配個塔塔醬一齊食嘅。味道方面，啖啖肉好豐富，食到芝士同埋番茄味，可能辣肉腸都算多啦。食落整體就偏鹹咗少少。跟住就係個拿破崙芝士海鮮意大利粉啦，好重嘅番茄同芝士味啊！見到有八爪魚，但係就比較細粒，而且數量唔多。蝦都係太細粒啦，差啲都睇唔到，唔係太食得出嘅味道。另外仲有番茄、火腿、菠蘿同埋啲菇菇仔。番茄就好甜，成個意粉就好番茄味。菠蘿冇咩味啊，好彩就係唔酸嘅。意粉軟硬度就適中啦。芝士味比較淡，番茄味會出好多嘅。除咗酸咗少少之外，成件事係 OK。跟餐仲有呢一個鹹蛋黃醬雞翼啊，成隻雞翼俾鹹蛋黃包住晒，多油到一拎起隻雞翼就見到一堆鹹蛋黃醬喺個底度，唔係單骨雞翼，炸到好脆，鹹蛋黃味好香濃，雞翼又夠多汁同埋嫩。最開心嘅就係佢係一整隻雞翼，唔係單骨，食落個口感開心好多。最後就係呢個招牌芝士甜味炸雞，其實真係唔平㗎，22蚊一隻。好彩佢都夠大隻，而且啖啖肉。雞胸同埋雞髀各一，個賣相就唔係好靚㗎啦，偏黑。其實唔係好食得出甜味，反而係食到少少嘅檸檬味。至於芝士就全靠面嗰陣芝士粉，雞肉就好滑好嫩，好多汁，啖啖肉啊！如果相比起披薩 Day 嚟講，呢間嘅口味整體嚟講就偏重咗少少。最後一間就係位於 D2 嘅 The Pizza Pig， 喺 Google 有641則評論，仲有4.1粒星添。喺荔枝個站行過去 D2 就會見到佢噶啦。好啦，之前我哋就喺將軍澳嗰間食過，覺得唔錯嘅，所以今次先考慮再試。星期五晚7點幾嚟食，唔使等位，直接就有得入去。環境就偏暗，但係就好有氣氛，裝修都幾得意。不過環境都算係嘈㗎，有少少似茶餐廳。今次我哋就堂食有加一，點咗4樣食物，埋單加埋576蚊啊！首先上台嘅就呢個炸魷魚圈140蚊，其實佢唔係炸魷魚圈啊，係炸魷魚塊啊。炸粉就唔算厚，魷魚又唔算硬，份量都唔少嘅。魷魚算係彈牙，但係就冇任何其他嘅味道，包括鮮味啊。點咗呢一個甜酸醬或者沙律醬會比較好少少嘅，但係呢個價錢我覺得可以更好咯。第二個就係意大利香草辣肉腸貓耳朵粉168蚊，因為貓耳朵粉唔係周圍都有，所以見到我通常都會嗌嘅。味道少辣，個人對貓耳朵本身有少少期望，點知食落去就偏硬身，好似未煮熟咁。佢係一種實滴滴嘅煙韌感，但係就唔係彈牙嗰一隻。之前我哋喺 Pizza 食嘅貓耳朵，無論味道同質感都比呢度好食好多啊！然之後第三個就係招牌鬼馬豬耳薄餅148蚊，面頭有幾塊好似泰式炸豬皮嘅物體，確實係幾特別。呢個 pizza 最好就係有輕微嘅拉絲效果，餅底都好鬆軟。不過個炸豬皮就好乾身，成個 pizza 加埋都係好乾身啦。如果硬係要將3間 pizza 有排名嘅話，呢一個我會排第3。最後就係呢一杯 Tango 68蚊，就係呢杯嘢啊，冇酒精嘅，酸酸地，應該就係用咗好多唔同嘅 berry 撈埋一齊嘅一杯飲品，飲落都幾清爽。奇怪地呢一杯嘢我飲到一陣腥味，不過肥嘢就話唔覺，可能係我自己本身嘅問題啦。個人覺得呢度嘅食物一般，味道一般，整體食落唔會有哇嗰下嘅感覺，有可能係我個問題，食完之後肚痛到直接原地爆炸。因為今次得我自己一個唔舒服，所以只能夠講我同呢一間唔係太夾啦。食完呢3間，我反而覺得價錢平嘅反而係最好食，質素我亦都係最中意嘅。今次就係咁多先，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。今次又係咁先啦，拜拜。